为其实动饭戏昨天绕墙头，你改种菜，来到你改节目地图，刚才公公也是让你改种菜打嘴鼓哈，总裁说，哎呀，其实还魔法妆好讲，没化妆比较好看，没错，因为其实很多人法妆狗尤其都好讲，其实摸法妆只会觉得哎呀摸完好看，可是有一种人是法妆狗有摸挺手好讲哦，是真的，所以因为其实你的五官如果够立体，不需要太多的颜色来装点，紧硬哈，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好羡慕小眼美女，很多这个小眼美女可能扑通，哎呀做法的哇哦，很惊艳，改变性很大。像现在那个网络喵路当中，很多那些小女生是哇，这个法妆狗哇，整个前后对比不一样哈。但是我觉得大眼美女有个好处，只要你的皮肤光泽好，其实你可以素颜都可以上镜头。对。可惜的就是，你看我注意台录音，可是魔法中改皮肤美，魔法改光泽，已经很美了。谢谢，安之 C。你讲你改下上台节目讲到啊，其实总裁就把一开始。你搞好事啊？对，有没有拜师学艺的时间？很辛苦哎，是因为又要半工半读，住的房子一偏安台体。对，因为要节省很多的钱来买。你知道那个年代30几年前一支口红，500块，现在还是500-600啊。那时候的钱500-600块很多哎，该东西动走，因为你有很多材料，很多的成本都要去买这些东西。那时候学校老师好高兴上去改薪水，每次给8 Q 停，所以一个月改薪水是走得卖1条口红，差不多停。对，哇，所以该东西很辛苦。是，所以我就选择了读那个就是技职教育的建教班。那然后呢，我就是除了要完成学业。因为我妈妈呢，其实在高中决定做美容的时候呢，没有跟妈妈讲，妈妈是不同意的。那升学我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反正呢，我就是一定要半工半读，那我一定要把这个美容学好。那当时呢，又去当学徒的情况。过去的美容产业，你那时候没有美容科，也没有什么补习班，那时候只能当学徒，而且学徒你还要缴学费给那个店家的老板。那你当学徒过程会收学徒很多，基本上都是跟他有亲戚关系，或者是他朋友的朋友的小孩。那只有我是一个老师介绍去的，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他不会对你太好。有一些你讲。大小心，太随性，就是教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你去做其他的打杂的工作，洗毛巾啊，拖地啊，帮他去弄很多的事情啊。可是别人不用吗？该东西不用啊，因为有些他总要带个小学徒在旁边当助手嘛。对，那永远都轮不到我，所以会有一些别人。但是我觉得客家妈妈这时候又发挥效果，就他从小教你，就是说。你本来就所有的事情要看一看，你就要会了。好严厉哦。对啊，我妈妈就觉得，对，就是我做一遍，你看了你就要会，不用我教。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呢，有很多好处，就是他做了之后我看一下，我大概知道哦，那回去就自己偷偷的练习。后来呢，在修那个就是。管理学、企业管理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叫镜像学，这个叫行为科学，这个叫就是模拟演练。可是那时候不懂，但是只知道用这个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客家的流传下来的这个文化跟我们在家庭教育这个部分，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动手挠，有够科学，可是这个总裁讲的非常的正面动静，因为该用西树党玉霞都一张离了，动手该用西好像说，因为不知道嘛改年纪，你帮客人化妆，因为你自己很多，你自己又一头改器具，又化妆化完之后，哇，结果老板师傅回来了，可能你老。他不开心，反而不开心哎，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成就感，因为他没怎么教我，那他教的怎么没有上场？为什么是我上？你就是无师自通，有一些有一些这种心态。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他在这样子的心态上面的认为是说，为什么是你？但是我是因为我一心想要
把这件事做好。对，所以别人不敢的，别人犹豫的，我就说我来。所以我上去了以后，所以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说，其实你做任何事不用害怕。你做任何事，只要你认为你平时准备够，但是你该要去，就是去做的时候，你就不用害怕。所以，罗丽芬有3个原则啊，第一，那个就是做事情的3度，准度、速度跟精度。非常的精准，对，又有动感，对，然后就是说果断果决，对，然后就是说，我们在培养养成我们自己的习惯的时候，应该是要在这上面来做调整，就是说目的的部分很重要。到底我这件事做这件事，这个客人来他是要化妆，如果对我的妆平时没有掌握，那你就上不了场。可是平常我已经练得很多了，那我觉得这样子我应该可以。那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所以老板娘回来不开心，所以其实我心里觉得也没有关系。对，她不开心是正常的。对，因为其实总裁讲到动桥嘅姑娘，机会係留不有準備好嘅呢。对，因為總裁改良師是準備好咧，好都好唔咧，看都看唔咧，所以一有機會。央必上场，对，是走后，该当然是不总会。对，我觉得有一些眼红猛差，对，一些嫉妒。是。可是外地总裁因为一路夯下来，是也因为有这样子一个。你讲拜师的经验，懂好事的经验，所以除了你在管理当中有一些好事之外，第一种那个，你现在的走4年走到安心工，也对你现在对于一些员工改招募啊，或者是你讲人才改培训，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对，所以我觉得在用人的部分哈，罗丽芬有4才。哎呦，刚才有3度，就是选材，然后育才、用才跟留才啊，所以选的时候很重要。就我们俩都个性很活泼，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讲话分享给别人。但是有些人他很内向，所以他适合做技术的工作。对，那来的人是我们要去教育他。那教育完了以后，把他放在对的位置上，是经营者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最后要留下人才，因为其实所有的产业都是靠人做的，尤其是美容行业。所以我觉得分享是最好的一种，留人的一个最好的效果。那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的成功哲学是什么？我说我没有别的技巧，只有一件事，就是客家妈妈教的分享。对，把真心告诉，把真心对待别人，然后你得到的，别人也要得一些，不能只有你自己。对，因为该行爱堂总裁工就是留才两件事情。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其实有时候他为你真的是做牛，你讲走牛走马，也是为你，也是在成就这个企业的一个光环跟成就。可是你有没有愿意分享两件事情？是不是你可以让他愿意为你做牛做马？有时候你走了动动，你发现说我其实得到的是。你只是想要用我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一个险呀地不为你走事情，所以你讲分享两件事情，真的，我觉得我们说培养跟留才这两个太重要。你培养他，你要留得住他。对，你如果留不住他，那你之前花的力气，那就是白做工了嘛。对啊，也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应该是我觉得还有我们要给我们在。育才的时候该怎么来做？所以后来，我到中国大陆开始，1997年开始做内需市场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以来，因为胎记的关系，所以我是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就是解决问题。那解决问题，所以我从研发、生产、行销到通路一起做，亲力亲为所以从研发的处方，从产品的生产，从美容仪器临床的这个所有的流程，基本上罗丽芬都做到了。因为罗丽芬有4个厂那
但是人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就设了罗丽芬大学。哦，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那有一个大学2个大专，然后目前第2所大学在北京也已经开始，明年度开始招生了。哇，这样真的走在培养动豆感因素，对，其实也给动豆感后上面机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我们真正的领导，我觉得魅力领导很重要以外，我们要懂得方法。那我觉得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当时在想，如果这些年轻人他在大学学的东西，然后到实习的时候直接到企业来，他就可以用了，他就根本没有适应不良的问题，然后他就可以快速进入职场。所以我在罗丽芬大学里面，还设了一个模拟的生产线，还设了一个就是美容院。所以他在学校就知道哦，美容院是怎么样子，美容是要怎么做的，然后就是生技医学美容的临床要怎么做，然后分工分责怎么做，就比较像嘿，你推班的一些技职学校，对，也就是希望讲像建教合作，对，让学生不要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学生你可以好搞，其实教育在某种昌土了一个，我们必须心灵，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温室里面的一个，对是被保护的。通常到了业界才会发现，现在的好商用为安用音，其实也不是。不过哇，你的节目时间狗的动感哈，再就那么一下，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想要你的从你给总裁用的宠呀，有没有什么意见建议？我觉得创业的话有几个重点，就是刚刚讲的，如果是你的兴趣志业，那么你就太重要了。对，你不要把它当职业、当事业。基本上职业可能赚到温饱肚子，事业可能赚到一些钱，但志业你会赚到永久的动力跟快乐。那我常说其实人有2种能力是非常重要，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动力。如果你只有能力做好那件事，没有动力，你不会成功。那我们用员工也一样，用伙伴也一样，就是你一定要用有动力在做这件事情的人上面，你省力很多。对，所以他做起来动放喜嘛，很开心嘛，对，冲冲。对，而且我觉得女孩子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那如果以现在年轻人，我认为首先了解自己，然后呢，归零的心态很重要。不管你读了什么书，我觉得理论哲学跟应用哲学是2件事。没错，如果说你是一个装满的很多水满满的杯子，要做2天时间先该不也随了去斗墙了，对，变成一个空的杯子，对，重新再装，你才会越来越聪明。因为现在地球是平的，现在的世界就在你的竞争者就在。可能他在南半球，可是他就在你旁边，所以这个速度已经快到，已经让你没有办法。现在的世代跟我们过去学徒时代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创意，就是你要对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有一些归零的心态，但是重新再来，就是去因应目的、因应目标、因应人事物的适合性，我们来调整适合的方式来做，不要就是完全用比较死的方法来想一件事。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已经被家庭教育教得很。就是比较一本式的，我们吵哈，对，所以金木尼哈，听君一席话哈，这个性格头型元素，非常谢谢总裁，谢谢，什么你所以你应该用心陪我，希望呢，金木尼哈，手波动动，我们先聊下，等下天天总来线上走润通。